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1月6日，踏入2026年，新盤市場氣氛依然熱鬧。新地西沙焦點新盤 CLC 勢必於本週尾正式登場，發展商亦已預告將於短期內再度加推。開售當日亦會考慮安排大手買家優先揀樓。發展商日前已加推價單第2號，推出73伙應市，連同首批148伙。項目至今已推出共221伙，戶型涵蓋1房至3房間隔，面積由297至700方尺，加推單位切實平均尺價約11,595元。由於樓層景觀坐向有所不同，屬原價加推，價單第2號包含9伙1房、38伙2房及26伙3房。切實售價由345.55萬至826.9萬元，切實尺價10,017至13,748元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資訊，瀏覽世紀21香港C21 HK。